Hello，我係 Max Sir。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 Magic E 嘅一啲補充概念。Magic E 咧雖然好常見，亦都係一個好有力嘅規律，但係咧佢又經常出現啲情況咧，又好似佢唔 work 咁樣嘅。我睇下呢啲以下情況，譬如以下呢啲 ARE、CRE、GIVE，佢哋個樣都係好似有 Magic E 嘅，但係發音咧就完全唔關 Magic E 事喎。譬如呢個 R、呢個 Care、呢個 A 咧都唔係發 A 音嘅。Give 亦都係唔發 I 音嘅，咁點解咧？其實呢啲都係由於英文係一個歷史悠久、好有個性嘅語言，包含咗好多唔知道點解而嚟嘅理由嘅習慣。就例如喺字嘅最尾，如果出現 RE，佢會讀 R 音；V 咧讀 F 音；C 咧只讀 S 音，而 G 咧讀個 Ch 音。而呢啲老嘅習慣咧，就會同 Magic E 咧發生干擾嘅。我哋睇到以下嘅 RE 咧，呢啲咧五項咧都係好似 Magic E 嘅一啲組合咁樣，但係佢哋紅色嘅部分咧，原來喺呢啲組合裏邊咧個 RE 咧只係當個 R 發音，讀成咧 R、care、share、bear、bore、shore、core 就完全唔按 Magic E 發音嘅，但係其他嗰啲藍色嗰啲咧，基本上咧就會按照翻 Magic E 發音嘅，譬如呢個係 here、sphere、fire、higher、expire、sure、pure、lure，基本上呢啲都係按照 Magic E 發音嘅。但係 VE 嘅情況咧就更加複雜啦。佢咧呢種咁嘅 Magic E 組合嘅樣，好似 Magic E 組合嘅樣裏邊咧，其實就包含咗兩種情況嘅。紅色嘅情況咧就係當 F 讀，而其他藍色嘅情況咧就按 Magic E 讀。舉個例 ，have、give、live、expensive、love、dove。喺呢啲情況咧，個 V 咧只係當個 F 嘅啫。喺其他情況咧，V 咧就當 Magic E 啦。譬如話 save、cave、wave、eve、believe、hive、five、dive、stove、cove。CE 同埋 SE 咧，基本上都會按照 Magic E 嘅規律嘅。譬如睇翻呢度啦 ，rise、rise、phase、base。但係當 C 同埋 SE 咧加喺一啲譬如話唔係響音嘅後邊咧，譬如好似 expense 咁樣咧，佢就只係讀 expense、fence、purse。而 G 咧就基本上係唔按照咩 G 法規律嘅，咁咧基本上佢就只係讀 ch，就唔影響之前嘅發音嘅 large、change、cage、college。結論咧就係 Magic 係有效嘅，遇到 REV 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同埋保持彈性。好啦，我今日嘅分享到呢度為止，再見。